敬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你心之爱一个。阿母送你来去，送一步算一步。阿母，好啦，你就互阮甲你送啦，行啦。行，好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呀，阿母，来细哩，阿丹，你来起来啦。我大起来先找无你，原来你伫遮哦。阿妹，够早。老医师，你今天早就来啦？是这样子，你的点滴快要用完了，所以我请刘医师送过来。是啦，歹势吼，遮早甲你叫了。袂啦，老医师你安尼讲。阿妹啊，你唔好徛伤久啦，你赶去眠床小体者，阿母来去传早饭，若传好才叫你起来食吼。来。袂啦，阿母，我逐工倒喺眠床，倒到骨头就酸的呢。阿母，我想要去外口行行。老医师，陈老师，啊，不然做来外口行行好无？无啥代志，咱做伙来嘛，好无？阿母。好啦，今仔日天气袂歹。好吧。安尼好，你稍等我一下吼，我入来准备一下。啊，细哩哦。我知，阿母，我知。阿母，咱这附近是毋是有草啊，甲有树啊？系啊。阿母，啊？我有听到神咧叫的声呢。有影。阿母，你知影无？这段时间吼，家姐有陈老师咧甲我开破，我即摆吼鼻仔甲目睭拢变甲足厉害的呢。这一切吼，拢是陈老师的功劳。真是的。足芳的呢。玉梅，我忘了告诉大家，我学校有事，必须回去处理一下。哦，陈老师，你有代志你就紧去办，唔会耽误着呢。好啊，那我先走。林伯母、刘医师，玉梅的身体还没有复原，你们就早点送她回去吧。陈老师啊，你去办你的代志啦。陈老师，谢谢。请你们好好照顾玉梅。
师，都会较细腻的。我知道。阿母，你会较保重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玉梅，陈老师，你当时要转来？我是讲吼，要叫老母踮咧遮加住一段时间会使无？我希望我目睭好了，头一个当看到阮老母，还佫有你。为什么？我要亲目睭看到你，甲你说多谢。假使若无你，我唔知我会变成怎样。陈老师，我等你哦。我知道。玉梅，我真的走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陈老师，我等你哈。再见。再见。陈老师，再见哈。陈老师，再见。陈老师，再见哦。天公伯啊，求你都爱保庇阿妹的目睭赶紧好起来。这个查某囡仔以前细汉就歹命到这阵，总有讲，予伊后半世人也痴迷伫咧过日子。天公伯啊，你保庇阿妹的目睭好起来，保庇阮无村赶紧倒转来。因两个人若是会当斗阵，我后半世人无因伫我的身躯边照顾我嘛甘愿。老医师啦，哎，老医师啊，你好。来恁坐啦。老医师啊，你敢毋是讲阿妹迄报告这2天会出来？结果是安怎哈？报告吼嘿，我详细看过啊啦。因脑部内底血管吼，差不多拢消失去啊。真是了，安尼阿妹迄就会好啊吼。哎呦，我这几工啊吼，一直咧陪阮阿妹，伊逐工都甲我讲吼，伊感觉人吼愈来愈好，啊嘛感觉讲伊敢若吼物件愈来愈看有啊。我是听着足欢喜的啦。啊，毋过我也无确定讲有影会好啊袂。啊，即摆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有影会好啊啦吼。啊，你放心啦，阿妹的目睭吼一定会渐渐好起来啦。你上好，多谢你，老医师，多谢你。我添一杯仔茶，你坐坐吼。阿母。
意你。老医师，老医师，多谢你，拢是你才好把这个紧好起来。老医师，多谢你。阿妹，你莫激动啦，你目睭打啊好吼。哎好哎好。对，来，你紧对，安尼，来，我真快到啊！多谢。老师，陈老师呢？陈老师哦，就伊出去几日工呢？哪个今晚袂转来？我真烦恼的呢。阿妹，人个陈老师吼，大人大种啊，伊家己会照顾家己啦。但你是咧烦恼啥？要不过陈老师有答应我，伊讲要赶紧转来，我要亲目睭来说多谢呢。阿妹，这件代志，恐惊互你真失望。是安怎？昨陈老师吼有打电话给我啦，伊讲临时接到通知，调去别间学校啊啦。调去别间学校？哎，你无甲阮讲，我哪拢唔知影。啊，是去倒一间学校啊？歹势啊，伊嘛无讲清楚啊。毋过伊有叫我甲你转达啊，讲叫你着爱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就算讲吼伊无倒来看你，伊嘛永远祝福你啊。阿母，你知影无？我着想这段时间，陈老师伫咧照顾我，虽然我袂当看到伊人，啊，毋过听伊的声音，足像一个人的呢，做成啥？足像阮阿兄。哪有可能啦，阿梅啊，你莫想遐有诶无诶啦。阿母有看到迄陈老师呢，无成啦，哪有成无成？是啦，一点仔都无成啦。无成啦。阿妹，你莫有白想啊。对啦，阿梅，你莫想遐济，啊嘛莫艰苦啊啦。阿母相信咯，迄陈老师伊即马暂时离开，伊可能是真不得已。啊，毋过阿母伫咧想。伊一定会倒转来，而且阿母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两个人一定会当见面。总有一天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倒来。阿母，啊，我有一项代志想要甲你参详，会使无？什么代志小？阿母。你我等下你亲夫婢照顾你好无？真的是有迄调查局死党的，伊害我袂当转去故乡，害我袂当转去照顾你。即摆已经无这个顾虑啊！你我转去照顾你好无？阿妹，你有这种想法哦，阿母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吼，雅芬都一直拢唔肯认我这阿嬷。既然也甲安尼哦，你就怎留住雅芬的身躯边，有你来照顾雅芬，阿母嘛较放心，吼。阿母，雅芬真听我的话啦。可是我若甲伊讲两句啊吼，伊一定会乖乖缀我转去的啦。莫啦，你还是莫倒转去好啦，因为阿母唔甘看你安尼咧艰苦啦。什么意思？啊，都阿海啊。阿海也已经决定要甲你离缘啦，伊要带阿 Q 啊做某。你若就安尼倒转去故乡，敢上因两个人感觉足为难的。你若倒转去了后，你一定会常常看到日升。啊，你若看到日升，你是有要甲伊相认无？若无甲伊相认，阿母知影讲你心内是放袂落。你若是有要甲伊相认，你安尼敢毋是会破坏着阿 Q 啊种无简单才甲日升建立起来的感情？阿妹，到时阵上艰苦的人是你，何米苦咧？难过阿母，阿妹，剩伫我死了后。你就敢若亲像是雅芬的老母同款，咱林家实在是亏欠雅芬太济了。你就好好照顾雅芬，
你来代替咱林家，代替阿母尽这份心意，来互我弥补伊，好无？阿妹，阿母会要搁再来看你，安尼毋是讲代表着我已经愿意搁承受你做林家的查某囝呢？我即马都不准你倒转去。阿妹，你莫伤心啊啦！你目睭动啊好，唔好流目屎啦吼。阿姆，你既然就决定不要让阿妹转去故乡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来打击伊呢？老爷叔，你敢知影阿妹伊是什么款的查某囡仔？你的意思是？有一摆，阿妹才10岁的时阵，迄是伫2礼拜的时。无春时阵，佫就讲无倒转来。阿妹知影阮规家伙仔足着急的，伊就家己一个人撩过溪仔水，去甲破厝。伊嘛同款甲无春找倒转来。老爷叔，阿妹就是这款查某囡仔。若假是互伊认为讲对的代志，不管会偌危险，伊拢同款会去做。就敢若亲就是撩过遐深的溪仔水同款。我今仔的话若无甲伊讲较重咧，伊总有一天一定会倒转去故乡。拄好亲就是伊撩过遐深的溪水同款。我当了解，拄则你对阿妹讲的遐个话，你一定足伤心的对。伤心，我一世人已经伤过足侪人的心啊！我伤心一摆，这也是报应。雅芬啊，雅芬，阿妈要走啊呢。雅芬啊，阿妹，雅，免甲叫啦，来。这查囡仔哦，要是开始。雅芬啊，安尼啦，无要紧啦，啊，咱囡仔人就是安尼啦，心肝咧若想啥吼，伊就做啥。这生生安尼啦，莫甲勉强，勉强伊啦吼。无要紧。啊，阮阿妹吼目睭好啊啦，啊，我来遮甲恁交了一段时间啊，啊，我放一个孙仔住厝的吼，我嘛袂放心，我好来转啊啦，啊，真多谢呢吼。是嘛，啊哪会通讲多谢啦？咱算算共一家人呢，哈，咱唔通安讲，唔通安讲。阿母，安尼我送你个车头。免啦，我知影要安怎去，我家己来去就好，免送我，吼，我家己来。袂用啦，啊你家己我哪会放心啦？我送你个车头啦，吼。免啦，阿妹，你明知影阿母吼上惊去面对迄款离别的感觉，你若着送我去啦，唔免啦。你是要阿母艰苦，
免啦，我家己来去就好。啊，无我先来走了吼。啊不，我送洗身躯啦。哎呦，哦免啦，嘿啦免。嘿啦嘿啦。我来啦吼。阿青，安尼无得拜托你吼，你老母。好啦，免客气啦。阿母，你家一个人，你还较细腻的呢。我知影。你一定要保重哦。你家己嘛都要保重，吼。阿伯来。亲啊，啊无你有闲就较常来台北佚佗的呢。嘿啦，来台北佚佗啊？阿母要来去吼。多谢你吼。哦，唔通讲，唔通讲。我来走啦吼。好，等亲你先行吼。好，多谢啦。去车头啦。你倒，哎，阿妹啊，等你要倒啦。阿妹啊，哎。阿妹啊，等你去看啥哈？我来看film。咱迄云逐工嘛有，啊，毋是白云就是乌云，哪有啥人好看的啦？文永远拢是。海嘛永远拢伫迄边。也毋过，咱人若一分开，都毋知当时才倒会当见面。何时才相见？何时才相见？阿妹心中的疑问，永远无人知影，就连天顶的云也无法度回答。阿梅、毛春、先生娘、阿海，因一生的关联，就亲像是一个透袂开的结，爱一直等到20年后，迄个结才会慢慢透开。多谢大家这几年来，这么打拼，甲这么辛苦，咧替咱的朋友做工课。今仔日是我退休的日子，我等要食，我嘛希望讲，大家
会当继续为咱的病拍拼，甲努力。多谢。卖走好无？阮就唔甘你安尼。系啊，卖走啊，卖走啊，好啊，啊恁大拢叫阮学姐卖走，啊恁哪会对？阮学姐伊若无走，我要哪做护士长？歹势讲笑，哎，学姐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感谢。不是这样，我送你啊，你买走。哦，来，多谢，我心意啦。多谢，乖，大家拢足乖，哈。感谢，多谢，谢谢林秘书。好，辛苦。林秘书，多谢。学姐，阿妹，这20几年来，互你真斗相共，真辛苦。这是我一点点仔心意，请你收落来。你爱记的，老闲吼，就请来转来佚佗，转来看看，吼。我知影，老医师，无喏，爱叫你老院长才对啦，老院长，你家己嘛是医生哦，啊你嘛知影讲身体真重要啊，所以讲吼，你家己就爱较保重啦，唔好伤忝咧。我知啦。咱哦，年岁拢有啊啦，啊，村的代志吼，就放手吼，互这个少年的去做就好啊啦，家己免盼到遮尔忝啦。阿妹，你家己嘛爱保重，知影无？我知。阿娇啊，我退休了后吼，这间病院以后就拢爱靠你啊。学姐你放心，自从我识识你到这，我伫你的身躯顶有足侪做人的道理，所以我一定亲像你同款，做一个有爱心的护士长。好，来，先点起好。学姐，许愿了。哎呦，溜啊溜好好啦，你创啥啦你？讲遐袂哦，叫伊住1楼就好，你住到5楼，敢若8楼水就敢若喘死啦哦。上来你老啊！阿姑阿紧，来啊！那我啦，啊你妈妈倒来未？阿妹啦，内底坐啦。阿姑阿紧，恁这是孤单班，就亲像新郎甲新娘的。啊，着恁阿金啦，你这要食一个便饭尔，讲叫我穿西米露，兼穿这双皮鞋，好真诶，偌艰苦你知？我去听茶啊。哦，什么咧便饭哈？今仔是阿梅退休呢，我伫咧大饭店啊，订一桌呢。我叫你穿西米露是互你做面子啦，你搁怪我？啊，你面子一斤是价值偌济钱啦？再我这交穿衫敢会伤人哟？我都袂晓穿西装啦，我。啊，高文啊，多谢咧。我甲你讲啦，倒煞唔知影你若金哦，都爱水啦，爱派头啦。老妈就是我，都凊彩食，凊彩穿穿的，去到大饭店都无采人的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搁好意思讲这款话啊？阿梅退休呢，啊你好意思请伊去食路边摊哦？真正是要见你笑，真正是。哈，阿姑，阿金，英总，乖哈。啊是讲高文啊，厝里敢有凉的？哦，这嘛暑假呢，热到要死，你哦用这烧条啊啉，吞下袂咧？无紧啊，我替你换凉的啦。哦，阿金啊，你要换无？我唔免，我无这个死老高遮尔啰嗦啦。等你先讲啥？好啦，我去吹水讲。哦，多谢哈。
好，走，啊，果子头食。我饮料，嘿，饮料，哦，这芦笋汁，这上好，哦，这上体位，嘿嘿，转，安怎？你看这个雅芬，甲英聪实在是足乖足骨力呢。这若是阿芬哦，叫阿梅一声妈妈，连英聪哦，因阿母过身了哦，拢叫阿梅一声妈妈呢。咱两个人哦，若是有这款的后生查某囝，唔知影有偌好咧。但你嘛好啊，甲你食甲骨头好拍鼓啊，嘛阴仙啦，无你几岁啊？无你敢会晓卫生？不过，我嘛是厉害的啦，我熟悉你30年啊，头20年哦，拢是伫咧做白工。后10年哦，若毋是我硬逼你去法院公证结婚啦，若无，我就互你白白困30年啦，连阿母命都无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后摆哦，我若是无人甲我捧斗哦，拢嘛是厉害的啦。啊，你无要紧啦，你到时阵五子叩门，我请到大场咧，好女别金，哪个来？哪个来？哈，你啊，同样的对你咧。哎，阿伟，阿伟啊，阿伟倒来啊！哎，我多谢多谢。都别遐同事啊，讲我要退休啊，说一大堆礼物，歹势干的。哦，啊，就是做人好，唔能干，四月送礼物要互你，对。哇，阿姐啊，你今日哪来穿啊遮水啊？哎呦，上过，啊，这个西装啊，摕出来穿啊？大佬进来，佮家己养白花话，打咩？阿妹，恭喜你退休啊啦！我伫咧大饭店订一桌呢，你紧去换衫，大家拢伫咧等你呢。先生，后壁还有真济菜啦，这敢若是恁盘尔呢。来，好，伊这出菜哦，无遐尼紧啦，啊足多。唔好叫伤济了。啊，就不会啦，你先生一道拢嘛要遐多啦，你偌好食咧，来，阿妹啊，来，我敬你一个，我心中甲你祝福一个，祝你福如东海四时春，啊寿比南山千岁久。等者。啊，毋是做生意啊，你安尼讲敢对？是安怎唔对？那这你就唔捌。我意思是讲，大阿妹即嘛退休啊，对毋？系啊。啊，雅芬英祖拢大汉啊，伊的当嘛会当放落来，啊人就会较轻盈，就无烦恼。啊人若无烦无恼，面层酷倒，安尼就会当食120岁。来，阿妹，祝你食120，嘿嘿，来，恭喜啦！恭喜！上过啊，多谢你哦。我袂咯。是啊，歹势啦，你开一道遮大刀安尼。对啦，来讲。就是安尼，阮若真正存真多咧。哎呦，来，敬阿姑甲阿金的哈。我敬。来。来，紧食啦。好，来，啊，食鸡公起鸡啦。哦，那这我上爱。妈，你即马退休了后，上大的希望是啥物啊？其实吼，我上大的希望，就是想要倒来故乡看看。我已经20年无转去啊呢。其实吼，我足思念故乡的啦。而且吼，我嘛想要带阿文倒来厝里看看的。啊，系啦。我无想要转去。阿文啊，啊台南是你的故乡，你自细汉就离开遐呀，阿妈嘛一阵要转来吼，你就带我转来看看咧啊。我对故乡无啥物好印象，也无啥物好感，非得我就无想要转去。哎呦，雅芬啊，啊恁要来用咧？安尼甲恁阿母讲话啦，你这乌白来，你阿母会出咧？雅芬啊，阮平常时拢学落你，讲你真乖真友好，你今仔日到底是安怎啦？其实雅芬，伊毋是唔愿意陪妈转去故乡啦。我知影伊是无想要看到因阿妈。好啦，阿兄，你莫阁讲啊。哎呦，雅芬啊，你少年人毋捌，阿姑这老爷讲你听，啊人讲哦，水有源，手有
金人有本，啊，台南是你的血野地呢，是你的根本呢。啊，事当时恁亲生老母一心一意嘛，想要转去伊家己的故乡，这是伊最后的心愿。啊，可惜对伊家己无迄个福气，无法度通转去。当你做人个查某囝的人，你是毋是应该去达成伊的愿望，对无？啊，莫讲为着恁阿嬷啦，就是为着你的亲生老母，为着你的小弟静文，你嘛爱转去行行看看咧，敢毋是咧？是啦，阿芬啊，你想看歹咧？恁妈妈是安怎甲你照顾的？是安怎辛辛苦苦甲你车养大汉？啊，伊即马干那是希望你会当陪伊转去故乡一逝，你拢无法度替伊完成这个心愿。敢讲，你想要互恁妈妈伤心，互伊失望是无？好啦，妈，我陪你转去就是啊。安尼毋才对。安尼真好。来，搁啉者，照咱大家拢会当转去故乡。来。来啦。对啦，妹啊，啊你是安怎雄雄要转去故乡？是毋是要去看阿海啊？你知影？这万丈的岁月，确实会互人袂记的真侪代志，包括感情的代志。海也甲阿乔啊，即马已经结婚遮侪年啊，还佫有阮立生啊，伊即马应该真大汉啊，即嘛毋知生做啥物款。还佫有阮阿母，阮阿母的身躯边，敢若静文咧甲伊照顾。也毋过静文的脚，佫无方便滴。20年前伊咧看我以后，阮都无搁再联络啊。所以，我是应该转来看看。我袂要搁再来看你，安尼毋是讲代表着我已经愿意搁承受你做林大的查某囝呢？我即马都不准你倒转去。希望阮阿母会当平安。一心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海是遐尔深长，遐尔美丽，甲无常的世间比起来，海是过去。是未来，嘛是永远。妈，你讲这是啥物意思？一个海花，我已经20年无看到。
这就是你出事的所在。跟妈妈你来。喂，病心，我要替阮阿嬷问后礼拜三要去做复健的时间。对，好，拜三下晡3点。好，无问题。多谢你吼，好，再见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。静雯啊，你变这大汉啊！静雯啊，伊就是阿芬啊。静雯，我是你的阿姊。静雯啊，恁阿嬷伫倒？紧带来看的。阿嬷伫后壁休困啊，我带恁来去。阿嬷。你看，是谁转来看你啊？阿嬷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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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雯啊，阿嬷是安怎奈变安尼啊？哈？阿哥，阿嬷因为年岁大，伫咧3年前煞得着老人痴呆症，对过去真侪代志吼，伊拢已经失去记忆啊。我是阿妹，敢讲，连我都拢袂认得哟。阿母，阿母是我啦，阿母。阿哥，阿嬷有时阵吼，连我是啥物人拢认袂出来。啊，毋过吼，每个月我拢会带阿嬷去台南的病院做复健，希望有一天阿嬷会当搁认得咱。阿芬啊，起来叫阿嬷。妈，你莫甲我逼。阿芬，阿嬷即摆已经安尼啊，你竟然叫一声阿嬷都袂应个笑。我不爱啦。阿芬，你即摆啥物人我无熟悉，叫有啥物路用？阿芬。都是我唔好，我无共阿有教好，请你原谅我。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手话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
妈，你还搁伫气我？我无咧想你的气啦，我是感觉吼，真无奈。是安怎你无法度将过去的代志放互袂记？妈，毋是我爱扣分，当初若毋是逼我阿母离开，我甲静妹嘛要变成孤儿。若毋是伊毋肯原谅我阿母，还说阿母袂遐尼早死，我亲生妈妈所受的痛苦，我永远拢袂放袂记。老云啊，顶一代的代志，毋是你会当了解。老云，听阿母的话，甲过去的代志拢放互袂记，好无？妈，啥物代志我拢会使放袂记，多多这件代志我做袂到，请你原谅我。阿云啊，迄猪仔放好，来，较细粒哦。阿哥，我先来饲阿妈食饭啦。唔免啦，你食，我饲就好啊。阿母啊，我昨天吼煎一尾白抢要你食呢。静文啊，来食。好。阿母啊，来，嘴开开，我咧饲饭吼。你阁会记得无？较早阮阿爸定定也白青面互你食，有一遍，伊掠两个白青面互你食的时阵，结果你阁嫌仔鱼仔哦伤臭臭，鱼仔水伫咧涂骹的。为了这样代志，我甲你无欢喜，结果你甲我打一个嘴皮，这拢已经要30年的代志。阿母，来，阿母，你食你水啊，阿母，你在给我笑？阿母，你在给我笑？阿哥，阿妈会当认得你是啥人呢？阿哥，对啦，我就是阿妹啦。静文啊，阿妈会认得我呢。对啊。阿妈认得你是啥人呢？阿妹，阿妹，阿妈。对，阿妹，这是阿妹。阿妈，阿妹，阿妹。谢你啦。没关系啊，啊厝内底吼小可带过。妈，阿哥，你是咧想啥？无啦，是毋是你思念你心？你
啥物歹去看伊呢？毋是我无去看，是我根本就无勇气。我甚至想要知影爸仔囝过得好啊毋好，我都毋敢开嘴。阿哥，立新甲伊阿爸吼，两个人过了真好啊。伊吼，伊即摆是咱渔港内面吼上出名的掠鱼歌手呢。真实的哦。当然是真实的。静文啊，你甲立新感情遮尔好，阿哥心内真欢喜。这几年来，家姐还阁有你陪伴立新啊，甲伊做伴，安尼我心内叫做安心的呢。自细汉到大吼，若是我有啥物麻烦，立新哦拢会替我出头。啊，若是有啥物代志吼，嘛拢会找我参详。静文啊，立新，伊捌提起我无？从来拢无。立新从来毋捌伫我面头前提起阿哥你的代志。伊从来都毋捌提起我，所以我更加无应该去搅了因的生活。已经20年啊，伊嘛已经惯死讲无我这个老母的存在啊，我无应该去搅了伊，嘛无应该搁互伊麻烦。阿哥。我相信立新一定非常的思念你，也毋过这个思念拢藏伫伊的心肝头，从来拢毋捌对人提起。妈，你应该去看立新的。假使若我说我是立新，我的阿母来甲我看，那是搅了麻烦嘞。迄绝对是我二叔夜梦的愿望。伊一定会足欢喜的。是啦，阿哥，你应该去看立新。请问你是要做啥？你是立新哦？是啊，啊，你是？你是立新哦？是啊，啊，你是？我是恁阿爸一个老朋友啊，我是要来甲你拜访一下，你有伫个无？啊，你好啦，我阿爸无伫个呢。啊，毋过我阿 Q 会入面呢，要去来入面坐一下无Q 姨啊？我阿 Q 伊会内底啊。阿 Q 姨啊，有人找你哦。是啊。Q 啊！喂，阿妹啊 ，Q 啊，你回来哦。回来了，立新啊，你敢知伊是啥啊？伊哦，是你阿母啦，哈，紧叫啊！
叫一声阿母啦，哈！叫啊！立新啊，立新啊！可能哦，歹势款啊。无紧啊，我会当了解。无好，来内底坐啦，好，来内底坐。阿妹啊，啉茶啦。这几年哦，你过得好无？我伫老爷叔的病院，一住都是20年。20年啊！我定定咧想讲，雅云甲静云这对姐弟啊，嘛应该爱团圆啊。而且阮阿母即马遮尔老啊，我嘛烦恼讲雅云，毋知会赴看到阮阿母最后一面无？莫讲是生死娘啦，咱嘛拢老啊。我们也拢老。你心嘛才大汉哦。Q， 啊，我哪会听李生佫叫你阿姨啊？我本来就是伊的阿姨啊。Q 啊，阿妹啊，迄张离言书吼，啊20几年都嘛囥喺同个所在，也无顶动过啊。阿海啊吼，一直在等你呢，啊我嘛咧等你倒转来啊。哪会安尼？20年前，阮阿母有去台北找我，啊伊甲我讲，海啊离婚书已经签了，啊嘛要带你做某啊，哪会安尼？生死娘甲你讲这款话哦？是啊。奇怪，啊生死娘哪会安尼讲啦？不管阮阿母有讲过啥物话，Q 啊，你哪会遮尔戆啊？啊，你来到即马，啊，佫要甲阿海也结婚啊？阿妹啊，我毋是讲，阿海也嘛无讲啊，所以吼，阮才无愿意家己骗家己，甲你当作无存在。事实上吼，这20年来，虽然讲你互逼离开平价，也毋过你从来毋捌离开过阮的生活，你知影无？Q 啊，啊你哪会拢喺厝厝替我咧设想？你嘛家己少为家己少想看觅啊？敢讲，你甘愿牺牲你一世人的幸福上？谁讲我无幸福？我真幸福啊！你哦，甲一个幸福的家庭照顾我，啊，煞一个人伫外口伫流浪啦。唉，阿妹啊，幸福的人哦，有影是我啦。我要感谢天公伯啊，会当互我这个机会，互我会当甲这个幸福吼亲手害互你啦。阿 Q 啊，你才是上爱伊的人，你才是因的依靠。你无顾一切，为平家付出这么多，你这么的爱，爱人家无怨无切。假使讲，你若搁再要为着我，牺牲你一世人的幸福，那安尼，我一世人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，你知影无？亲亲。谁来这里整你来？你毋捌倒看我干嘛？是安怎你为着来一摆？你每天看着我，嘛甲我讲话啊？你就是无知你是啥物人？是安怎？我甲姊妹，就亲像兄弟啊共款，大家拢感觉姊妹较可怜，
伊是一个杂废，也毋过我感觉我更加可怜。我残废所在是你看袂到的，我残废的是我的心。我细汉时阵，捡一项上重要的物件，迄个物件就是阿母。阿妈一直在甲你骗，一直在甲你骗，你知影无？就算讲你不爱认伊做你的阿嬷，伊永远是我的阿嬷。以前伊爱我遐侪年，即摆换我爱伊啊！阿叫你只要出门我做。咱欠伊实在唔够多，你应该要好好啊照顾伊，好好啊珍惜伊，维护伊。我本来嘛要拍算等你一世人，啊，我即摆已经做袂到。是的。错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，无聊的用仔话，当作是笑话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气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上坦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水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。